好，咁呢條片咧，我哋會講下正方形同埋長方形嘅性質。首先講咗正方形先，正方形嘅性質我哋已經識得兩樣。首先第一樣係四邊長度相等。四邊長度相等咩意思咧？即係正方形有四條邊，呢四條邊佢哋嘅長度都係相等嘅。AB 我哋知道係3cm，咁所以 AC、BD 同埋 CD 咁多條邊全部都係3cm。同一個時間，既然四邊長度係相等，所以我哋亦都知道佢嘅對邊長度係相等嘅。咩係對邊呢？AB 對住嗰條邊就係 CD，AC 對住嗰條邊就係 BD。咁正方形就得兩組嘅對邊嘅啫，咁所以正方形係兩組對邊嘅長度係相等嘅。另外，正方形亦都我哋知道係有四個直角嘅。而家畫面上面望到就係有第一個、第二個、第三個同埋第四個直角。之後我哋探討一下究竟正方形係咪對邊平衡？我哋可以將呢個 AB 同埋 CD 咧，呢兩條線咧幻想成呢度好似有兩條直線咁樣。首先我哋睇下打橫嘅兩條線先，AB 同埋 CD 之間嘅垂直距離，我哋見到每一個地方都係3cm 嘅，咁所以我哋亦可以話打橫嘅呢兩條線 AB 同埋 CD，佢哋係互相平衡嘅。另外，我哋睇埋打直嘅呢兩條線 AC 同埋 BD，我哋見到呢兩條直線之間嘅垂直距離一樣都係3cm，每個地方都係3cm。咁所以啦，我哋學過平行線定義噶嘛，咁所以呢兩條線一樣啦，AC 同埋 BD 一樣都係互相平衡嘅。咁既然正方形呢個正方形呢兩組嘅對邊都一樣係互相平衡啦，我頭先講咗正方形得兩組對邊啫嘛，咁所以我哋得出個結果就係正方形嘅對邊係互相平衡嘅。好，講埋長方形，長方形嘅性質我哋亦都學咗兩樣嘅一組已經。第一個係對邊長度相等，好 AB 4cm 對住嗰條邊係 CD，所以 CD 係4cm。AC 2cm，AC 對住嗰條邊係 BD，咁所以 BD 係2cm。另外，長方形一樣係有四個直角，同正方形一樣嘅啫。好，跟住我哋睇埋佢嘅對邊係咪又平衡嘅咧？我哋又將佢幻想成好似有兩條直線咁樣，將個成長方形。好，首先睇咗打橫嘅 AB 同埋 CD 先。AB 同埋 CD 呢兩條直線之間嘅垂直距離，每個地方一樣都係2cm嘅。咁所以我哋亦都知道 AB 同埋 CD 其實係互相平衡嘅。好啦，一對嘅對邊平衡啦，呢度已經睇埋第二對啦。打直嘅 AC 同埋 BD，我哋又見到啦，AC 同埋 BD 之間嘅垂直距離每個地方都係4cm，咁所以我哋又可以話啦，AC 同埋 BD 又係互相平衡嘅。咁呢個係第二對對邊平衡啦。咁長方形一樣嘅啫，都係得兩對嘅對邊嘅啫。咁既然呢兩對對邊都係平衡，咁所以我哋就可以話長方形嘅對邊都係互相平衡嘅。咁所以呢條片就去到呢一度啦，大家做埋盡工作紙啦，拜拜。